数位发展部经过内政部的调查，发现讲青少年上较接触到的就是交友诈骗、求职诈骗等等类型的诈骗。这诈骗集团才有可能骗你的钱，甚至吸收这些少年人做诈骗的共犯。所以发布唔拿参这社群平台业者合作打击诈骗，所以来会去到校园启动这巡回计划，去到学校宣导，避免这些囡仔被骗去啊。三不五时就有青少年做诈骗集团车手的新闻。事实上，经过内政部的调查，这寡少年车手真有可能往过是互人诈骗的受害者。司法部指出，青少年上接触到的诈骗类型，分别是交友诈骗、求职诈骗等等。这些诈骗集团除了会骗少年人的钱，更有可能会去收因去做车手。但除了骗他们的钱以外，另外一种就是把他们诈骗之后，会变成他们同伙人，可能变成是车手。他们会先在 YouTube 或者是在 Facebook 这种公开的社群媒体上，想办法把人骗到 LINE 的那个私聊的封闭性群组里面。他就好像是把人骗到一个小房间里面，真正的诈骗的工作是在这个小房间里面去处理。司法部分析，诈骗集团定伫社群平台发信息，甲人写到通信软体的群组，甚至一对一私底下对话进行诈骗。为着让民众了解诈骗集团的手法，司法部参 Google、Meta、LINE 等等社群平台合作防止诈骗。其中LINE表示，因旧有建立系统，通主动甲涉嫌诈骗的口座禁掉，发挥预防诈骗的效果。我们去年度11月，我们内部的自动处理系统机制上线之后，到今年的2月底为止，这也是最近揭露的数字，我们一共拿下了11236个涉诈的账号。我们短短4个月做到的这个数字，几乎是比拟我们过去这20个月用手工一个把它摘下来的可能涉诈的一个数据。为着要推广反诈骗，司法部也参 Google 合作，邀请 YouTuber 拍反诈骗的主题影片，向民众宣传。等等，赚钱哪那么简单？这样子就有钱可以赚？我告诉你，你很有可能正在帮诈骗集团洗钱。司法部也讲，接下来会启动校园巡回计划，透过学校讲座等等多元的方式，甲一个学生宣导，避免受骗。记者郭文正由台北报道。